在后面听那个商美娟唱歌，然后又听阿诺唱歌，然后刚刚有那个日本人说すごい，商美娟唱完以后，然后听到阿诺唱歌，我就觉得好好听哦，我觉得这是天分啊，就是真的是天分，然后老天爷给我们的，但是。我觉得天分这种东西，像我们这么很有天分啊，在体制内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小的时候其实不被重视，因为这样的天分在体制内的教育，他是不希望的，因为希望我们有很好的成绩。但我们偏偏对那种读书，就可能体制内的那个读书的那个，他需要我们的这些需要我们受的这些教育都我们并不是并不那么适合我们，然后。很希望就是说，未来的小孩啊，就是不只是原住民啊，就是未来的小孩都是可以在很好的环境下，然后发展他们的天分，然后发展他们的才华，就是希望就是未来的那个教育。那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唱歌，这是一首阿美族的歌谣，可以唱很大声吗，店长？可以哈，因为这是我看的是住宅区呢。然后我唱那个领唱，然后你们唱打唱。你们要唱什么呢？厉害，这是天分啊！你看你们那么会唱歌，对不对？以前都是歌手，本来是歌手，是嘿呀哦嘿呀，可以吗？3、4，嘿呀哦嘿呀。那我就直接唱了哈，你们是被埋没的歌手。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高音哦。Mapawan pacucu tusuna.
好，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次，就是如果你愿意捐款给我们的话呢，大家的那个拿的那个单子里面有 QR code， 你可以扫描，可以线上捐款，或者是你现在愿意捐助我们的话，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捐款箱，就在出口的地方大家可以尽大家的力量这样子。那